佢話咧，我見到處女嘅時候，我唔會偷偷咁樣去望呢啲嘅處女，更加唔會咧去見到別人嘅妻子嘅美貌。如果唔係嘅，願神咧去將佢自己嘅妻子咧俾人侮辱，即係意思係話咧，佢自己其實係守住一生咧唔犯任何呢啲嘅錯。而且如果佢同佢自己嗰個嘅婢女咧僕人咧有爭拗嘅時候，佢話咧佢唔可以喺高高在上嘅，佢要同佢平等嘅聽佢哋咧好清楚嘅去訴訟，佢咧要接受佢哋，否則神問責起上嚟咧，佢話我一樣咧冇辦法去回應我自己敬畏嘅神。喺當中佢都提到咧，佢自己點樣嘅見到日月星辰嘅時候咧，唔會受引誘咧去拜假神，亦都唔會咧見到啲金銀嘅時候咧就係我所倚靠。佢唔係倚靠金銀，佢係倚靠耶和華神自己。佢唔係敬拜金銀，係敬拜神。佢知道係神自己嘅僕人，所以喺當中佢話咧，當啲孤兒寡婦經過去嘅時候咧，如果你有需要肚餓嘅時候，佢如果唔餵飽佢哋咧，喺當中使佢哋平安咧，佢話咧呢個咧願神都喺當中責罰佢。佢係俾自己一個好高嘅標準，輪到佢手有能力嘅時候，佢咧點樣俾衫佢哋無衣，俾各樣嘅一切咧去周濟嗰啲有需要嘅人，同埋受冤屈嘅孤兒寡婦。咁我哋見得到咧，嗰三個嘅朋友咧，佢哋冇任何嘅說話可以再講嘅時候，當中咧有第四個嘅朋友咧，當時冇出聲。咁佢聽完晒之後咧，就話約伯咧，我要為神咧講一啲說話。佢話咧，你可以出聲，當你聽到想回答我嘅時候，我都會願意聽你講。如果唔係咧，我要咧將智慧咧去話俾你聽。約伯咧，佢話你咧覺得神咧係無故嘅毀滅你，所以咧你覺得你咧比神咧更有公義，因為你咧持守咗你對神嘅公義。但係相反，神咧做咗一啲不義嘅事情。佢話神係一定唔會做不義嘅事情，並且咧你咁樣講係錯嘅。第二，神係比人大嘅，佢唔需要向我哋負責嘅，佢都唔會需要下下咧去向我哋報告嘅。所以喺當中咧，呢個咧當佢同約伯講嘅時候，約伯自己都冇回應。人咧冇辦法咧可以讓約伯得到答案，同埋咧當然冇可能咧去解釋任何嘢。佢哋嘗試去解釋，但係咧冇所有嘅知識咧當時。但係咧約伯堅持嘅，佢又要等神自己喺當中去出現咧。所以我哋見到咧，其實整個過程裏邊幫助輔導人嘅人咧，要唔單止有愛心，好似嗰三個朋友去坐7日7夜，更重要嘅係有時咧要好留心，唔好咧去喺一啲攻擊嘅言語裏邊咧，就好似呢三個朋友咁樣，佢哋咧竟然咧將一啲佢約伯冇犯嘅罪咧，佢要去接受咧，呢一個其實係好罪惡嘅一件事嚟嘅，可能會導致如果約伯脆弱啲嘅，可能佢即時俾佢擊死啦。因為佢係已經去講到咧，佢自己其實佢啲朋友都已經離開晒佢。講到城中甚至乎有啲人咧吐口水喺佢個面上，即係去到咁嘅地步嘅時候，如果再聽到三朋友咧由關心佢變成咧攻擊佢嘅時候，你可想而知佢可能當場擊死都唔出奇。如果唔係有佢守住神嘅嗰說話，成為佢喺裏頭有種正直嘅言語嘅力量，佢自己講喺神嘅裏邊。去敬畏神係佢嘅力量，所以讓我哋都學習，當係敬畏神、守住神嘅話，喺聖靈裏邊常常嘅，我哋要祈禱，知道聖靈已經帶領咧，以致我哋咧，如果真係不止息嘅痛苦挑戰嘅裏邊咧，肉身或者靈性裏邊、心靈裏邊，甚至喺關係上邊，要有約伯學習咧敬畏神，有正直同神嘅話語正直配合，咁我哋知道咧有罪可以承認。喺基督裏邊一定係可以寬恕到，因為基督就係我哋可以得到佢嘅義，以致我哋神唔係睇我哋，係睇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自己。我哋係屬於佢嘅人，所以我哋係有基督耶穌嘅公義，唔係約伯嗰種，佢真係從佢自身裏邊守住嗰種公義。我哋冇嗰種，但係我哋有耶穌基督，通過基督我哋有耶穌基督嘅公義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呢個係我哋一生永恆嘅依靠嘅依歸，神亦都係以此去成為我哋可以隨處隨時嘅向神認罪悔改，重新即時得到神自己寬恕。重要嘅係我哋有冇敬畏神呢？追求一個聖潔、完全正直嘅生命呢？同埋一個遠離惡事，願神祝福大家。